代也能够看到说神现在在第二代的身上，他美好的作为是什么。所以我就希望说邀请他们来做一个见证的分享。好，那我就把时间交给 Bill， 我们拍手鼓掌。好，其实今天我们三个其实非常的紧张，也是Ivan和 Alan 第一次做见证分享。在做见证之前，我想要做一个祷告好了。好，我们第三名称。现在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今天年轻时代在这里来分享我们在生命当中与你的见证。主啊，勇敢见证是那将你的荣耀及你的神迹再次彰显在这里。主啊，愿神喜悦我们接下来的见证，保守我们的口。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名。其实我有简单做了一些我自己的就是文字稿啦。就是我们都是一群左口笨舌的年轻人，那我们只知道埋头苦干，没有一定成绩的时候，我们不敢抬头啦。我相信神拣选那最微小的子民来彰显他的荣耀，也是在 IOP 里面，在后点要在前 ，IOP 2.0要在这边分享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怎么经历神。那我想要分享我生命当中的主题是与神同行，还有与神的神迹。2017年那年是我受洗的那一年，也是在那一年我去了美国了一趟，然后一个感动，那我就背着我的背包，然后我就去美国待了3个月，然后在美国教会里面，我们过着这样传道人的生活，那每天都是敬拜、祷告、读经，那也在那3个月里面，我更多的亲近神。那神也在我美国亲近神的那段时间，他给我3个礼物。那后我带着这3个礼物回来在台湾，那我第一件事情，我就是找了 Eric， 我就跟他说，我在美国3个月，我祷告，神给我3个礼物，在职场上面，我要做投资，我要做平台，我要做贸易。然后当时 Eric 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觉得，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震惊，是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讲这个3个又大又难的事情，不管是投资、平台、贸易，都是需要非常大的资本、非常难的人才能去把它给完成。那于是，在2018年，我就抱着这3个我上帝给我的礼物，然后开始去疯狂的去找资源，然后也去跟上帝求说，上帝我该怎么去做？这3个你赐给我的礼物，也许是我生命中的命定。那也在2018年有非常多的先知来为我祷告的预言当中，都是告诉我说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。那你就像在爬一座很高的山，那这个山你要有你一定的毅力，你才能爬得上去。我就做到神在透过这些预言告诉我正在走上他想要为我预备的道路。我就会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既然知道这个东西这么难，你还要我做，我何德何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起来？但我相信每次在上帝透过预言当中给我的，都是走在他为我预备的道路上面的一个记号。然后这时候我就像我的约书亚一样，我必须要刚强壮胆走下去。那从2018年领受到不同的预言，然后2019年我开始为我的公司来祷告，因为上帝给我了投资、贸易还有平台这3个。那在2019年到目前为止，上帝给我的投资公司的名字叫以乐。那时候我在美国祷告，那神突然给我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以乐。我那时候有点吓到，我说以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因为那段时间牧师也没讲到以乐，那我就去查了圣经，然后查了 Google， 发现以乐是上帝在你未看见之地已经帮你预备了。所以我相信那是神为我所预备的，我就把我的投资公司注册为以乐资本。那我接下来就是为我的贸易有投资公司，那我接下来就为我的贸易公司来祷告。在为贸易公司祷告的时候，我记
得很清楚的记得那一天是在隔壁的我们办公室，我就跪在地上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你在贸易当中给我一点启示来帮助我该怎么做。然后神就给我一句话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你。那我就明白说哇，这是上帝又给我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。我翻了翻，这是以利沙对以利亚所说的一句话。那这个是一个传承的一段。那时候我就跟我想要合作的对象来看一圈，我发现有在符合我这个继承的记号的有一个伙伴。然后他是一间百货的二代，他们家有22间的线下卖场，都是像消费百货般的大型卖场。那也在2019年，我跟他分享说上帝给我的这个礼物，然后我想要跟你合作。那在今年我们合资的公司，然后他也投钱进来了，然后他父亲也同意透过他家的卖场引入一些商品进去。然后再来是我的平台，我从2019年就开始做平台这件事情，我就想到其实电商就是平台。然后我再开始在电商上面，跟我的伙伴 John 还有 Ivan 一起在上面卖了一些产品。那我觉得上帝很祝福我们在5月报税的时候，统计去年我们的营收有突破600万，对，然后我们毛利有将近快30左右，对，也很特别的，因为我们也在我们公司里面找到了新的伙伴，就是 Ivan。上礼拜很感谢神，他也受洗了。然后因为他跟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们不去推他要去受洗，我们就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让他明白说基督徒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也承袭了在 IOB 弟兄和睦同居这段经文，我在南京东路附近800公尺这个地方租了一间办公室，让那个办公室同时是宿舍也是公司，让这群弟兄住在一起。对，我就很感谢神在过去3年当中给我3个礼物，然后我慢慢的去把它给做出来。在世人看起来是很难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相信神，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，像亚伯拉罕的信心去做，就会成功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很紧张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上帝用未来的眼光来看我们，而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就是将以上的荣耀归给神。